大家好，2025年已經過去啦，今年2026年，都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樣樣順利。好多謝大家喺過去一年嘅繼續支持同埋鼓勵，實在好感受到大家對我嘅關心，令到我繼續有力量向前行，同埋諗辦法做得更加好。少少總結一下過去一年喺工作上邊嘅感恩地方。差唔多喺過去一年呢，有超過200個家庭或者個人呢，增加咗佢哋嘅保障，包括人壽、危疾、醫療同埋財產保險。客戶保障嘅提升，令到我更加可以安心喺風險出現嘅時候，能夠有方法、有工具咁樣幫佢哋渡過難關。唔覺，原來喺舊年我處理咗超過140個索償個案，有一兩個重大嘅索償。之前亦都被公司邀請拍成短片去同大家分享。喺嚟緊呢一年呢，會更加大力度去拓展企業客戶同埋個人客戶嘅保障需要，因為喺整個保障規劃裏邊，醫療、強積金、退休儲蓄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。希望今年能夠喺呢個板塊上邊加強力度去服務。另一方面，亦都好希望為到小朋友同埋年青人養成儲蓄習慣，讓每個家庭都喺不知不覺之間，財富能夠累積起嚟，以應付日後嘅日子能夠達成目標。最近呢2年，每一年嘅1月1號早上8點鐘，都會同一班希望祝福香港嘅朋友一齊為香港祈禱，希望香港更加好。亦藉此喺早2年嘅時候啦，聯合咗一班同事組成一個演唱嘅團契，去服侍全香港地區嘅長者同埋弱勢社群。我哋出隊已經超過20次，同好多老友記玩遊戲、派禮物、唱歌仔、講故事。好感恩自己能夠喺呢方面為老人家添上一點點嘅歡樂時光。今年亦都會多啲參與監獄事工，希望去同過來人分享服侍。與此同時，亦都期盼佢哋能夠為到香港代禱，使到香港治安更加好，讓各人更加安居樂業。同時間亦都好感恩，能夠聯繫上機構同埋贊助嘅單位，去籌備為基層服務嘅活動，藉住派飯、一齊食飯呢啲活動，為到唔同階層嘅人士打氣。有進一步嘅消息就再同大家去分享。今年亦都好特別，履行咗30年前嘅承諾，開始喺神學上邊嘅進修，讓到信仰喺生活之中能夠產生化學作用，期望能看到呢1+1大於2嘅境界。其實我都唔係淨係掛住做嘢嘅。2025年公司請咗我同一班特定嘅同事去咗福岡同埋大阪，自己又同屋企人去咗台灣啦、東京、廣州，其實都玩唔平。不過有咁工作同埋事工上嘅發展，實在比自己預期發展得快，所以都好希望能夠有多啲朋友仔能夠同我哋一齊合作，加入我哋嘅團隊，喺大家有共同信念同埋負擔嘅情況之下呢，讓到自己有更大嘅發揮。都祝願大家今年呢能夠繼續開開心心，每一日都為自己加啲甜美同埋值得回憶嘅日子。都喺度送上一句聖經嘅金句去祝福大家。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，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，我們手所做的工，願你堅立。祝福大家，多謝。